维他命 C 和微量元素。油柑是从前乡野间常见的野果，也是不少老一辈客家人的休闲零嘴。因口感酸涩，逐渐乏人问津。以前在戏棚下才有，人家因为它用姜黄去腌成黄黄的那种蜜饯，那就是油柑。近来健康意识抬头，黄礼任决定重新找回客庄健康食品，让阿婆的零嘴再升级。配合传统客家料理，将油柑入菜，不仅能吃到美味，更能吃出健康。因为油柑是酸涩的东西呢，我们一开始不跟它加进去了。我们控肉已经焖快熟的时候呢，最后我们才把油柑入菜。客家油柑焖矿肉香而不腻，口感层次丰富。当酸菜遇到油柑，更是激起不同火花。平常呢，我们在吃酸菜肉片汤呢，是不是只有酸酸的味道？可是加了油柑以后，那个回甘才是够劲。油柑梅干菜苦瓜，先苦后甘的滋味，就像是客家人的精神。我们客家人腌整周思情，就像吃油柑一样，先苦涩后甘甜。加入蜂蜜打成果汁，将油柑呈现多元变化。经过简单腌制，变成了健康的休闲零嘴。黄礼任更开发油柑素、油柑酵素等相关食品，让忙碌的现代人也能轻松摄取油柑营养，让这绿色的光芒闪耀着客家辉煌。上课喽！认真做事情，认真做事情，认真做事情。